運動飲品嘅，係啊。我知道佢係有糖嘅，不過我唔知係咪多糖啊。做完運動通常我會飲水，或者飲啲無糖茶，就 instead of 啲運動飲品。出去做嘢好熱，跟住好頸渴嗰陣，其實都會揀翻啲運動飲品去解渴啊，或者補充下啲電解質咁樣。我覺得佢哋都係好甜，因為我之前試過跑完步即刻飲啲可能電解質水啦，對比起水咧我係會比較更加頸渴咯，因為佢個糖分我覺得好高啦。之後我都係要買翻支水飲。咁如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咧，一個成年人以每日攝取2000千卡去計算咧，就唔應該攝取超過50克嘅游離糖。咁喺市面上如果買到嘅一啲運動飲品咧，通常每100毫升咧就含有大概6克嘅糖分。咁如果你飲咗一支500毫升嘅運動飲品嚟講咧，就會攝取到大概30克嘅糖分，已經佔咗我哋每日嘅60%嘅糖分攝取量㗎啦。所以咧，平時咧應該衡量下自己嘅運動量，先決定需唔需要飲呢啲運動飲品啊。